是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政府积极咧推动新南向，所以这个台湾甲泰国嘛加强文化交流。即摆阁要来举办第一届的微电影节，以我的家乡做主题，邀请到台湾甲泰国的影像工作者，用微电影来讲故事。这个首奖有奖金10万块，报名到9月30为止。希望透过镜头，互大家看到无同款的台湾甲泰国。 溪水咧流的声音，清静的传落，这可能是屏东人心中的故乡。慢慢升空的天顶，可能是新北市平溪人心中对家乡的记忆。今摆邀请大家家己对故乡的印象记录，3分到15分的微电影投稿参加。2019 CTS 台泰微电影节首奖有机会摕到10万。 别人这样一走过看不见的，那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发现跟很多人分享，跟世界分享，跟泰国分享。香港董事长虽然是台中人，不过对着红色罗秀仪已经变成半个淡水人。简单用手机翕故乡的樱花，这是陈玉秀心中的故乡。我每次从我家的窗口望出去，那个山是粉红色的。 好，那个就是秘境，而且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，有小溪、有小河、有鱼等等，但是没有人去。因为台湾甲泰国拢积极推动社区营造在地创新，即卖希望透过微电影，互能够影像工作者用微电影讲故事。在交流过程当中，一定有很多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。我们也希望大家共同把这些美丽动人的故事，都能够透过微电影把它拍出来。 比赛分做社会组、甲校园组，报名到9月30截止。希望透过镜头，互大家看到无同的台湾甲泰国。